啊，感谢上帝，佮让咱的活命，互咱有这个稳定福气来敬拜师。我袂记的，今日也是上帝所设立的日子，所以咱就安啦。因为咱是啊。侬甲我背起来，我本来讲有信心，啊，咱讲灵魂得救的吼。咱是一个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我袂记的吼。这是咱做基督徒的原理啊，吼，是上帝恩典，吼，啊，毋望咱会当定下祈祷伫上帝，请咱同心三个来祈祷。请咱陪阮感谢你，你阁留阮的活命，我有这个恩典福气来到你面前。我要亲像圣花队甲阮学乐的习惯，我逐时阵要学乐你。主啊，求你我明白一个，主，世间有苦难，总是主你赢过这。无论阮拄着什么，我要交代上帝你的手，因为你是阮的阿爸爸上帝。主啊，我要表明，我要甲你讲，主啊，你要正阮所求，这位上帝，今则去阮正受呢，今日佫一遍来到你面前。我要恭恭敬敬拜你，阮的敬拜甲服侍，主啊，我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服侍你，也互你的罗卜所讲甲听的，拢白白着用。来感谢祈祷，拢上个借出众名来求，阿门。这礼拜牧师特别用一个题目，就是诚实。最近牧师咧讲到中间，我定下咧讲到诚实这个代志。就顶礼拜牧师讲啊，爱用安怎来关心咱的教会哇，最后就是讲到诚实这个物件。这诚实对咱来讲是足要紧的物件。哦，你话圣经，你话行为圣经，真侪所在拢咧讲，上帝伊本身是信实。是实实在在哦，信心哦，所以万袂记，诚实是咱做基督徒的一个真要紧的标志。哦，其实应该免讲，哦，咱听道理听阿久，总是咱就要学习啦吼。有当时啊，上帝律例，咱必须要去定心来思考，来三个来学习，三个来去一遍来学习哦。啊，所以。这礼拜牧师特别讲一个题目叫做诚实啊，诚实，咱大家来修啦吼。啊，当然伫正面的中间，我用正面内底。啊，其实伫其他的圣经内底真侪有咧讲起诚实这个物件吼。啊，特别用正面第3章第38章第20节吼，咱大家来修吼，大家来思考。咱每一工你若拍开电视报纸，你拢要看到什么？足大一篇，哦，足大篇拢咧报道，啊啦，毋是手啦、偷啦，啊，就是害死人的一个新闻，对不对？啊，你是咱看咱的社会，到处充满就是安那虚伪、不实在，哦，黑啊，哦，啊，这个诈欺啦，吼，欺骗，等等这些，啊，所以你的饭汤哦，得装几下水。你若看见你若看见你，咱细汉你怎啊佫无你知？哦，但是因为爱白的关系是安怎？你看你窗仔门啦，你看伫咧，你看到定看到讲，无偌久，你甲遐佫装迄个铁汤，无偌久遐佫斗心咧，遐斗心遐斗心，到处拢是安尼。你看你破四周围，你甲看，哦，啊，甚至安尼发生足个火灾，啊，结果你家己无注意。唔知要安怎逃走，家己锁家己，哦，所以你问讲装几下水，哦，啊，米是咱唔敢啦，一家人吃，哦，哪一家人吃？但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哦，到底这个原因，哦，网络里要有写讲，到底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伫社会中会无安全感，啊，种互相的欺骗，互相无信任，哦，啊，第二咱真。无法度真歹去找着一寡
佮忠实、佮诚恳的人，哦，是毋是安尼？咱就要爱做一个思考吼。咱诚实这个字，哦，这个字眼，伫咱现代人来看，有人咧讲讲，哦，啊你教会讲是讲，有无？啊，出去社会你拄着都毋是安尼啦。所以诚实对现代人来看，不但是一个无路用的一个代名词。不是人甲你讲啊，你是一个大功人，啊，甚至互人啊怀疑，啊，无法通去相信，哦，无法通去相信啊！但有搁咧讲，本来你同学之间，还是讲，本来大家拢讲，拢想讲要哦暗藏啊，无实在对不对？毋是实实在在，啊，你足歹去相信，当然啦，这是一个无诚实的社会。哦，咱定听到。讲白惨咯，白惨。讲咱调了讲爱政府啊，伊讲对什物啊？对头到尾定看伊讲安尼啊，到尾啊，伊甲无影无字只，啊，咱就讲我来遮白惨。对头到尾，哦，咱看到咱整个的社会，整个到一直到哦市井小民啊，哦对面顶的到下到你甲看，啊，这是一个真悲哀的代志，一个无实在、无诚实的社会。所以人要伫即个现实的社会生存。哦，咱知，你要安怎去哦发达？你若无讲用，哦，咱一般人的想法，伫即摆现实的社会，所以讲社会甲咱教育甲社会无共，啊社会就讲哦，你若要想要发达，你若无用以为哦狡猾的手段，就是讲较干巧，哦干巧的手段，啊你就无法度去达到着啊啦出头天的一个地步，总是。基督徒认为啊啦，诚实是高贵的。对咱来讲，诚实是真高贵的。啊，嘛袂，这是实实在在。哦，牧师来讲，原来啦，诚实的产生，水的品格。哦，你有讲，咱若诚实的人，你会感觉哦，足光明，哦，光明磊落啦。讲伊讲光明磊落，足。你拢也无惊，你讲出来就是安尼，人就是安尼实实在在，啊，你的心灵就开阔。啊，反正你也看，哦，你若讲袂出时，哎，你会感觉安尼畏畏缩缩，有安尼揪安尼，这就是哦，因为诚实会当产生水的品质，爱互人甲你安怎尊敬，甚至你会当互人甲你信任。我说咱做基督徒的人。你去做兵，有人咧做兵，少年人即摆咧做兵，逐个拢话要惊死，讲去军中的啊，那种欺负啊，啊，其实你若甲表达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长官，牧师来讲，你的长官特别的信任你，安怎讲？因为伊知影你是基督徒，啊，为什么伊知影你基督徒，佫会特别信任？因为伊知影你基督徒安怎老实实在，安怎会讲白贼。啊，即个我甲你讲实在，伊会信任你呢。啊！你反正你当下咧暗暗感觉微气气，你会感觉啦，人无实在。啊，所以所以咱在圣经哦，我下早起我甲亲来咧讲，你敢若看到圣经哦，这里有智慧。我甲下早起我嘛甲亲人两个哦，重言重用。其他朋友好势哦，后摆较早来，圣经班啊，一定爱。啊，你爱圣经啊，爱知影。啊，无真正你也无甲你讲，你就毋知影圣经到底是讲，比如你讲20节，诚实的人要日得到福气，啊，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啊，到底是咧讲啥？为什么？你也无讲，甲你解说，你可能我毋知影到底圣经是咧讲啥？读是读，哦，诚实，你要加得到福气，实实在在，哦，啊你。像今日牧师人咧讲，你就佮了解，为什么你会当得到较济福气？啊，想要安怎？哦，20节就是讲，啊，想要啊，急速发财，汉文是讲急速。哦，而且想要安尼发，哦，这手就要发财啊，不免说啊，要发财，表示讲啊，急速发财表示讲啊，你毋是用正当的手段。你毋是照正当的顺序来要做这代志，来要得到财物，啊，所以想要急速发展，不免受罚。
受到处罚，处罚是啥物？再去我甲这青年讲，伊毋知听有无啦。我咧讲互伊听，应该因听，因若你若有详细听牧师咧甲你解说，咧甲你讲哦。因怎啊？我咧讲这个，因怎啊拢知影？不免说话是啥物？因为你偏财嘛，你想要安尼，哇，较紧要，结果就到尾啊啦。人讲啊，贪啊啦，贪一句台语讲啦，贪着哪？认归咱嘛。啊，结果想要较紧的，结果啊，颠倒啊啦，你家己吃亏啊，颠倒受到处罚，敢是安尼？啊，小贪认归啊，你到尾啊，颠倒家己有无？所以不免受罚。咱在圣经内底，你描述，比如，伫圣经内底，比如咱头先启文内底讲，其他的迄个神明啊，有无吼？你个启文，咱今日启文，咱为人看圣经哦，为人看圣经哦，可能是讲，哎呀，这真矛盾的哦。圣经内底上帝话爱写呢，你若看，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启文20篇，安怎讲？万百姓咱讲起伊个记号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而且你会想，太，佮刚才上帝尔甲讲正神明啊，而家佮讲正神明，咱有当咱读这圣经，你感觉这矛盾，哪有正神明？都明明都敢就是上帝，他讲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负格，后壁即句话咧甲你讲，列邦的上帝拢是负格，而且作者是咧描述，因为咱睇。作者咧写即个物件，伊就爱描述其他人，比方为拜拜人嘛，讲伊称作啥神明啊，对不对？拜拜人伊拢嘛讲，阮咧是啥物神，咧拜啥物神，甲啥物神有无吼？所以作者是咧描写咧拜拜人，伊本身伊咧讲神明，所以作者直接甲你讲，哦，列邦将家己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因为安怎讲？因为上帝这是实实在在的。列邦的后壁迄句话就是咧支持头前迄句，因为列邦的上帝拢，列邦的上帝讲列邦的这神明拢是啊啦假啦，恁咧称呼这神明什物拢是假，可能来拜拜哦，听落足不好的，哎哟，即句话有当下你若迄个拢讲阮假，哦，我度啊，这是伫宗教上，这是宗教，有当时我甲无信的人咧答对讲，这是经验，你经验我嘛？无恁的神咧拜是咧会保庇你，要共安怎嘛咧保庇你，凊彩后边保庇你，这才是神的，哦，这是咱来倒转来去思考，这才是神的，后边来你嘛甲你保庇，后有代志，神会甲你保庇你后边来，所以咱就是爱去思考个代志，哦，OK， 讲到这个，所以，迄个结局就是受人肯定，咱实实在在人，会受人尊敬，是人对你信任，哦，将来你会吃亏哦，但是结局就是受人，结局到尾啊，受人肯定，所以这结局重要紧，无算来讲结局到尾啊，所以咱伫世间中咱暂时的到尾啊，哦。是受人肯定。你阮转过来，若是一个无诚实的人，咱定咧讲，虽然你会当骗一时，有啊，你卖我这物件，有无？我定甲牧师来去食物件，伊讲你这食咯，我牧师就讲，应该我袂来啦。哇，咱定咧食物件拢安尼，有去人食一片啊，你就知，我一片啊，你无实料，都卖啊遮贵，内底清知。拢嘛，你食嘛食了，你拢袂甲讲啊！你讲，拢嘛私底下讲，咱应该唔来。啦，你就知影伊个甲你骗嘛，无实在。所以骗咧一时，但是袂当骗啊啦，一时啊。有一天伊啊啦露现出来。所以做基督徒的咱，是真要紧。基督徒，咱就讲到基督徒，头仔牧师讲的，你若讲基督徒就是啊，诚实的基督。哇！讲你听道理的。所以问题就种，你本身是安怎？你是毋是实实在在一个人对你的信任有无？就是你就爱去思考，爱去想，若无你就爱悔改。牧师要甲你讲，爱悔改认罪，
啊袂慢。哦，你忙一工听道理，无咱听道理，听，牧师定咧讲改变。今年牧师开始用什么？这是一个好所在，有啊。我拢有意思的咧。有，即开始牧师就甲你讲，这是一个好所在，万民教育是一个好所在，咱住伫台湾是一个好所在，你着爱晓认同，你袂晓要认同，你感觉这所在大家遮咧感觉讲足贵啊，足迄种，哎呀，拜托。这是一个好所在，所以牧师咧甲你传达信息，咧甲你讲，让你的人生观有一个改变。但是你有一个观念啊，这是一个上帝所亲身设立的所在，这是上帝欢喜的所在。上帝拢知影，你会行大，你会做啥物，上帝拢知影，你知？甚至含你的头毛拢甲你算。所以这个是你对上帝信号，这是一个好所在了。牧师过来甲你讲啥物？我就开始讲，甲你讲啊，爱，安怎讲？咱伫这万世时代，你着爱会晓认捌撒旦是啥物？因为真正撒旦的诡计咧陷害你，对你的家庭、对你的事业、对你的道德，你甲你陷害啦，你拢毋知。你看啊，真诶，是你是假。伊拢会甲你欺骗，欺骗就是种欺骗，就是啥物叫做欺骗？就是你看啊，那真诶，毋知要骗你，对不对？你看哇，你看你看咱咧食物件，你注意看，外口拢搭啊偌水诶，你知无？有人去食物件，外口哇一盘遮大盘，我内底佫有啥物，佫有啥物，啊你甲食了，哎呦，甲伊豆腐遮细块，但是翕起来遮水，哇，我大地啊，足大地啊，足有看啊，足澎湃啊咧，食起来就一块块啊，我几啊百吼。食者我甲牧师就讲，等你敢毋通来啊？哦，对不对？大家拢安尼，咱看人足水的，所以欺骗，你撒旦足厉害的。你抓准是真的，你的抓准是真的，你杀着是真的。牧师要甲你讲，牧师要甲你讲，你会改变，你会改变，你的心中爱进步啦，毋通定停你啊！我定咧咧观察哦，咱的兄弟姊妹哦，咱这青年哦，咱这像你的信用哦，毋通袂你爱改变。你爱脱出这个撒旦的捆绑，毋通定来搁绑掉，绑东绑西，搁甲你绑东绑西，你听到你听到即阵啊，搁做中级嘛，你拜托，搁甲你绑掉的，搁甲你绑掉的，我毋通安怎哇害啊！我你一世人啊，讲到尾啊，伊就教你几啊，我看你少年，即摆个出来，你搁教你就拢无改变，一世人到尾啊，哇，拢安尼。迄嘛足悲哀的代志，牧师要甲你讲，牧师你甲你讲你来，所以你要认清撒旦的捆绑。牧师讲，伊有所书，伫个所在咧讲伊撒旦伫几个领域内，你无咧注意听，你是无咧注意听。牧师咧甲你讲啊，我人家感觉足可笑，我安尼准备，我安尼是咧想，安尼讲，咧甲你讲，要互你更较明白你的真面目，撒旦的真面目，你要安怎去对付伊？你拢无咧甲我训导。牧师要甲你讲，真正，你着爱注意。你有照牧师咧甲你讲，你的生活中，你照我甲你讲，你就是安尼甲。你有当时遇到问题，你甲我讲，困难你甲我讲，我会甲你讲，我要安怎去做。你宗教的问题无接近上的，你看人去拜拜，啊拄着啥代志，找东找西啊，拢找啊毋着了，咱拢知影。但你是敬拜活我真爱上帝，你有照安尼去行，就你要安怎，对不对？所以毋通袂记，你一定要甲我讲，什么代志，迄你祈祷，上帝灵有灵伫咱的中间，上帝灵会帮助你，伊上清楚了解你，所以咱袂记，基督徒，咱若讲到基督徒的咱，基督徒只要你甲讲到你是基督徒，你是听道理，你是成熟的机会。你所讲，你所行，要合乎真理。若无，你会失去迄个泡，失去做一个基督徒的泡，人袂记，这是足要紧咱每一届来参加礼拜，有无？咱讲偌济遍阿门，有无？头拄仔迄上着哈利路亚，叫咱念较济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你念，你到底是安怎啊？你的信心？佫是停伫迄个所在，为什么路用？你要超越这个，我准备甲你讲超越啦，
你爱定定超我，莫定定停伫遮，爱超我即个。我即种诶讲法咯，还是讲即种诶思考，来去，你是你，怎样讲？但我来感觉，有阵是你拢袂了解。像咱做师傅诶人来啊，人个师傅一看落，你嘛知影讲，你即个物件，你知影你学师啊，你若到某一个程度，人个师啊，人个拢毋免出声，甲看落，你知影你咧创啥？大家看落知影你即个人，你是毋是有改变？你有实实在在上帝囝哩，所以，咱大家拢讲阿门，阿门的意思是啥物？实实在在，诚心所愿。实在照心所愿，可见诚实毋是干那你讲嘴，是实实在在伫你的言行举止的顶面来咧证明什么？来咧证明，证明什么？伫你的行为，所以讲，咱咧讲听道理的，像咱来讲听道理的，就知影头一个，咱若今日咧讲，到今日嘛是共款的，有人讲恁听道理的。听道理就是甲你讲啊，恁无食薰无啉酒，大家嘛安尼讲，你都毋免甲讲，你嘛袂，你讲你听道理，伊就袂提薰袂，你遮理，所以，望咱拢做诚实的人来应了主，所以咱今日主题是诚实，诚实，真实在诚实，所以提出几点咱三个做，什么款的诚实？咱要伫什么款顶面来诚实做诚实？头先。敬拜上帝顶面，我是要甲你讲，你重要紧，你想袂到，你要伫什么款的顶面？你就是伫敬拜上帝顶面，你要超典型。咱我书底下讲了，即个新约圣经甲旧约圣经，咱新约圣经伫约翰第4章29到40，旧约圣经32章第40，我有拍入面顶。圣经安怎讲？讲伊是石盘，伊的作为完全，伊所行的拢是公平，是实在在无虚伪的上帝，佫是公义，佫是正直，公义甲正直。所以咱诚实是上帝本性，伊是伊的本性。所以早起我嘛甲青年讲，这上帝啊，伊黑白来啊，黑白迄种，你咧拜伊，无咧凊彩拜拜，安尼这就毋真正上帝。所以上帝。是实在来本性，伊将来袂讲袂知，所以咱每一人必须要用诚实来对待。是重要紧。约翰第4章23到第24节安怎讲？记载耶稣伊甲撒玛利亚的妇人咧谈道。则去查斯丁利，你有看查斯丁利，伊是讲另外一个妇人则去拄我查斯丁利咧讲另外圣经内底另外一个妇人的故事。咱个无书就讲。耶稣甲撒玛利亚的妇人伫遐咧谈道，其中谈到什么？敬拜上帝的话题。所以耶稣真慎重咧甲讲，伊个真正拜上帝、拜上帝，爱用安那心灵甲诚实来拜。因安那上帝是一个灵，所以拜伊的人，你必须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你的心灵甲诚实不是用表面的，这重要紧所以真侪人来到教会，你拢无怀着诚实的心。我说你还操练呢？你来到教会啊，你的人伫教会内，你心啊搁伫遐到处拍拍走安尼，你的心啊，有无？你人来教会内，你的心啊搁伫遐咧烦恼东烦恼西。像早起我甲顶顺听咧讲，有时候我说我我还搁咧想讲要趁钱，我牧师来甲勉励讲，你毋通安尼想，你来到上帝面前，将一切交代给上帝，无伊要，你相信这个上帝是你老爸，是你活我的上帝，伊绝对会替你解决啦。有无？恁老爸、恁爸爸，你甲恁爸爸讲啥物，伊会替你要安怎去做，要安怎甲你用好好势。所以，伊绝对这是活我的上帝，有无？你毋通袂记安怎讲？咱定人伫教会，但是你的心拢无伫教会。你还搁伫遐咧看路加厝的代志我毋知迄窗仔门有关无？我就不咧甲厝有关嘛，我毋知有锁无？迄毋知安尼心搁伫遐咧看路厝的代志我说我毋知搁拄好什么人？我老我记什么人要来找我？
拜托啊，你做基督徒人，你个讲叫伊礼拜日来找你，我叫伊透早来找你，哦，我真系有影。我哪来跳来，今日做基督徒人，你讲什么人要礼拜日早起要来找你？我心我足白白的，你知无？啊，你明明知影礼拜日早起是要敬拜上帝，你个叫伊透早要来找你，我说要有见证，无见证。有人我感觉福音传袂出去，就是安尼，你敢知啊？牧师咧甲你讲，甲你教是，甲你讲，你就爱照上帝教啥？咱你就照上帝教安尼行，你要做足侪见证。人拢知影，你礼拜日做啥物代志？你是绝对迄个时间，嘛袂讲敲电话来互你啊！我甲你讲，因为伊知影你心无伫遮，我咧算。我想到礼拜六，我较紧要咱踮遐，要倒 make money。啊，咱敲，讲敲咱搁较济，哇，足可惜吼。就是孔子讲，心不在焉啊，食唔知影注意，听嘛唔知影迄个声音到底是偌好听，嘛唔知为倒来，现在就是安尼，有迄种啊含义伫的。OK， 初代教会一个真。这个夫妇的故事，咱定听过。阿那利亚甲撒菲拉夫妇两个人，伊足地心，伊教会嘛足地心，但是伫咧上帝面前无诚信。我所以甲你讲，你大教会心无伫遮，你就是无诚信的。你得爱相信这个。我所以甲你讲，因为你无心来教会，咱的教会，我所以甲你讲，你空，圣经讲空对我。你爱实在，咱拢真敬的来到上帝敬拜上帝。我将我的拢交代你，就上帝，是你帮助我。上帝拢知影你的欠缺，知影你的需要，上帝足清楚，但是袂把袂记。你爱实在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两个人夫妇两个足热心，但是伫上帝面前无诚实啦。所以后来安怎代志暴露了后，夫妇两个人啊，要相继倒闭。大先什么人互上帝甲接伊，后来佫什么人，对无？安尼，这是多哩悲哀。所以咱今日礼拜有当时啊，咱是念着主祷文，对无？主祷文内底有无？下面我就讲，其实我若下面讲我的人有无？咱定下念着有无？你敢有真正安尼？咱奉的时阵大声唱，奉献阮所有，敢有影？足唔甘的，我来加一点啊，10分之不要紧啊，我上帝，我趁无偌济，我是不是爱讲你的心？我是不是定咧甲你讲，奉献咱所有，敢有影？咱就爱诚实伫上帝面前，有甘愿奉献的心，那么现出咱的虚伪的面貌，上帝绝对无讲白赞，咱袂记上，我是要甲你讲。既然敬拜伊的人，拢必须要用诚实的心来对待，同款的意思，对不对？有影你甲爸爸咧讲话，有影你甲爸爸妈妈安尼欺骗，对你嘛无利的，对不对？实在甲伊讲，伊知影你的问题，实实在在你讲，知影你问啊，替你要安怎解决？规个人伊家庭的生活就就是安尼啊，有人囝拢甲父母暗砍嘛。不到尾出代志啊！哇哎呀，代志大条啊！大条暴露出来，我到时我害恁爸母卖厝、卖车、卖东卖西，创啊了啊！牧师要来讲，足济这种例，诚信有无？你实在讲出来，爸爸妈妈知影你的代志，知影你的问题伫什么所在，当帮你解决。你这条爱安怎？爱注意什么所在？哇，较好势，对不对？你看我有足个家庭的经验内底，就是拢拄到这代志，就是无诚实，彼此拢无诚实，所以你就爱记，第一，你是对上帝；第二，牧师要对对别人、对人，所以你就爱坦诚对待人。顺路安在你就四人在安怎讲？伫经文的中间指出啦，初代教会信徒彼此对待，除了逐工同心合意。以外，无论伫咧店内，无论伫咧厝里，拢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哦，圣经有哦，你看圣经，我甲你讲，存着欢喜，特别有一句讲诚实的心，有无？所以主将得救的人，逐工加利予伊。为咱彼此诚实的心，你若相对来，就当吸引人归主，伊然啦，神会当感动人，感谢。啊，有当咱伫教会咧出入无？我你捌听过，啥物人伊无爱来？啊，我迄个人安怎，我定听到牧师定了听到，这代志，啥咯？伊无爱来教会。哦，啥咯？伊讲就因伊讲安怎讲看啊人，牧师讲看人迄是毋对。教会本来就是一个无完全的团体，你来到教会拢看到无完全的人啦，牧师要甲你讲。所以咱茫去看人，你来到上帝面前要仰望上帝，上帝啊，赦免我。入边我即个有罪人，对不对？有两个人来到教会，有圣经牧师该提起，有人来到教会咧祈祷，一个人安怎祈祷？啊，我无参与，伊迄个人安怎？有啊，一个人讲啊，主求你怜悯赦免我，哇！耶稣讲啊啦，即个人，耶稣认定即个会晓求伊赦免即个人。所以牧师要来讲，毋通袂记，你来到上帝面前爱赦免你，求上帝怜悯赦免你的罪。你大声像头先即。配餐场咧祈祷，我拢注意啊。牧师来甲因教，你咧需要，你咧爱大声来求赦免、怜悯、赦免，圣神才会做工。你本身若无清楚，你诶内底还无清理好势时阵，我圣神要哪来做工？系机会忘袂记，这足要紧。伫咱私人家庭，伫咱本身嘛是共款。你大声伊来求上帝怜悯、赦免咱诶罪，除去咱诶罪。哦，这足要紧啊！无你一直无清咧，牧师要来讲，我安尼甲恁咧接触，甲咱兄弟姊妹安尼叫，喂，人嘅内底感觉足无清你了，伊安怎讲？你无清气，你内底无毒气，毋好。哦，你得爱求上帝赦免，所以来到上帝面前，一个重要紧，你得爱求上帝怜悯赦免。所以咱若圣经看诶背景，你看到，因为因欢喜诚实的心，所以咱。伫教会内底，互人看到哦，咱大家拢足哦，存着即种的心，所以啊，逐工加天哦，得救的人哦，咱就要吸引人归主哦。真侪人伊是诚实来受感动，所以啊，伊愿意甲你做朋友，受影响来信主，对不对？有一个人伊要甲伊买车，啊，即两个拢共我有一台车，啊，即个人歹听伊讲。教就甲讲，哦，我即台车安怎偌赞，偌赞，安怎讲啊足赞。啊，即个伊讲啊，较实在，伊讲啊，我即台车哦，有即个车小可安怎，即个车安怎，即个车安怎，到尾也是，迄个人要买倒一个人的车，一个车。啊，教的车是安怎？你讲啊赞，你遐赞，你搁要买？伊实在在有即个伊讲啊，我即车有即个毛病，即有哎到尾啊，即人伊买哈。一个车，伊哪啦？即伊较老实啊，较老实。哦，啊，所以一个人伊讲话做代志诚实、全心诚实，有需要甲你讲，伊一定会啦，得到啊啦知己的朋友，哦，这绝对的，哦，人会较信任你。你看圣经内底连拢关上关15章14节，提到一个国王叫做亚萨。这个国王啊啦，伊伫咧伊一生，你看看15章第14节，伊安怎记载？伊的一生要我存诚实的心，伊的一生内底，所以伊一生诚实，所以在位的时阵啊，哦，拢足平安的，哦，处境拢平安，哦，所以在位的人做大的人啊，足要紧，哦，你一定要实实在在，啊，若无实在下骹的人咯，哇，啊，甲你共款啊，乱七八糟，哦，啊，所以咱就要，咱搁看。圣经内底有啊，伊咧箴言哦，12章22节怎讲？讲白差的喙是上帝所仰望，行个代志啊啦，诚实的人是伊所欢喜的。哦，这种要紧哦，这卖菜的妇人人的故事，毋是迄个啥屏东迄个哦，这另外一个卖菜的妇人人的故事。啊，这个卖菜的妇人人吼。阮是台东啦，毋是屏东啦，台东是啊。
袂使，这非人是安怎？伊是一个真伊捌字啦，啊是足老实的啦，啊伊拢安怎？拢话你家己来，拢菜拢话你家己切。哦，啊伊捌字啊，啊伊啊就碗底啊，你家己切，家己摕家己切，啊你家己担钱。然后无叔啊，甲无叔去咧买物件，哎呀你落济啊，你家己担，有钱叫你家己担安尼，啊伊家己切。啊当然你若切了收过头的人，诶边仔人拢会看咧，伊拢会甲斗看你哦。你知影这个非常捌，但是这个非常足实在的，足诚实的。哦，啊你边仔人啊咧切啊家人，迄边仔人嘛咧看你知，拢会替伊看你知。哇，大概伊的菜拢大概啊即时拢白了了。哦，大家拢知嘛，哦，啊，所以这个故事我有甚物款啦？所以所罗门王伫个这个箴言第3章，咱最后咱大家圣经，你看第4节啦吼，安怎讲？望互我啦，慈爱甲诚实离开你，哦，伊这个描述，这慈爱甲诚实好像一个人共款有无？有迄个拟人化的描述，就是一个人共款，叫人望离开你，有无？就你所爱的人有无吼？你亲爱的人，叫人望离开你，哎安那？嘛，敢若望叫伊望离开，敢若甲放伫个人颔骨的顶面吼，放伫个颔骨的顶面，有无？甲你放伫个颔骨的顶面，搁伫安怎？刻伫你啊心板，心嘛，哦，就是点，啥人刻伫你的心就是底，爱底。比如讲，你礼拜你教你有底的心无？啊，我爱去教会做礼拜。我虽然讲，你爱甲你的囡仔讲，甲你的亲人讲。礼拜你啥物都唔重要，但是底要去敬拜上。我所以讲，这足要紧啊！你话足袂安尼去做，你底去敬拜上，啊，甲你的囡仔讲，甲你的亲人讲，我甲你讲，这足要紧。啊，以后吼，所以你安尼啊，你要伫上帝甲世间人的面前啊，得到恩宠，人会听你，啊，你够聪明，你甲想看看这。偌尼有智慧的话啊，是毋是这是一个 promise 应允的话？你想看觅？安尼人拢会听你有，人讲像哦，聪明的人哦。第4点，咱头先讲对上帝有无吼？对上帝顶面，过来对人的顶面，过来啥？对你家己。啊，你家己的品行的顶面，古早人讲啦，老实上强上在，啊，公康上败，好无？实甲不康啊！实实在在有杂白啊，实实在啊，空就较无实在，感觉哦。所以一人需要建立诚实的自我的形象，互人会当啊信任你。所以保罗先生伫个以弗所第4章15节讲啊，咱看了保罗先生伫以弗所第4章15节头一句话就甲你讲，只有用疼心啊讲诚实话。哦，即句话你一定看到有无？哦，这足要紧哦。所以一个人有疼心讲话，更加爱啊诚实。若无你这开喙，对我甲你拍者，甚至有人甲你相信。咱看耶稣，主耶稣伫世间的时候，常常有人要陷害。哦，咱看主耶稣，有一天法利赛人啊，甲希律党的人，哦，你看马太第22章16节，法利赛人甲希律党的人去看伊，佮甲讲啊，讲先知啊，阮知影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哦，而且实实在在咧传上帝道理，什么人你拢无。啊，无咧讲正面的啦吼，不徇情面吼，因为你是毋是看人的外表？足趣味哦，这人佫知影，佫甲耶稣讲啊，讲你是实在，毋是讲你是狐狸的。耶稣讲，你甲迄个狐狸讲无？啊，对我这个人，这个经教师，甲这个法利赛人，甲伊有当伊拢伊甲耶稣讲，阮知影你是诚实的人，看就会。咱今日咱伫。社会咱伫咱的四周围，人袂记你是听道理的啦，有无？你有做到，互人甲你讲啊，迄个是实实在在啦，实在诚实的人，这是实在的。我所要甲你讲，我爱记，这人竟然讲耶稣是诚实，有机会，伊真正是诚实的人，真是诚实的形象。哦，我说免阁解释的，解释的，所以人上个讲讲袂出啦。咱若定来讲袂使欺骗以为，咱绝对袂安啦，一赢赢得别人的信任嘛。你不要互人甲你信任，定定都咧讲袂出，别人来甲你信任，定定都安尼。啊，自然你会啊破坏你家己的形象。就讲到书第章22节讲啊啦，只要恁行道理，唔爱恁单啊听道理啊，家己安啦，是
献家己，啊，甲来听，哦，家己牺牲家己，佮伫个今年12、12日，拄则老师讲过啊，讲白菜的喙是妖啊，是上帝所仰望，行代志成日是伊所欢喜，吼，这足要紧。最后，伊个信仰就，伊个信仰的生活就，咱若是对上帝，有无？当你对上帝，还是讲你对别人、对家己诚实的时阵，这就是甲你讲什么？就是一个信仰生活的诚实啊，敢毋是？你对上帝、对别人、对你家己，对待你家己、对别人、对上帝，有用诚实来对待，安尼就是这就是咱定基督徒定咧讲讲，咱的信仰生活的诚实敢是？所以真正的诚实，你的来源是相信上帝、敬畏上帝。所以啊，你若无定来相信上帝、敬畏上帝，你离开上帝道路，你所行、你所做的拢啥啦？足多白菜鱼假的会出来。因为你无定来伫上帝内底，毋是你看你四周的人，恁家己的亲戚朋友，你家己看得到。你家己足清楚了解，所以你若无定安尼，所以真正诚实的来源就是相信上帝、敬畏上帝。像咱今日就爱讲啊，牧师无定咧讲爱敬拜上帝。我今日啊，你拢无咧敬拜啊你，甲人啊学啊有诶无诶，啊甲讲啊喙角断破，讲啊有讲一大堆拢变来变去。牧师要来讲，这就是你就是爱作死。哦，对你无好，对咱也无好，上帝无爱咱来去，无爱咱来做，所以你就爱会晓，定定爱会晓相信上帝、敬畏上帝就是安尼。所以你来敬拜上帝是祝福的源头啊。安怎讲？后头即句话，有啊，牧师话20节，诚实的人要加得到福气嘛。头一句话就甲你讲啊，有20节，咱对下所读的圣经嘛，有啊吼。所以毋通袂记。无诚实的原因，常常啊，对啥惊吓所大。啊，所以过来就是啊，贪财，一段圣经讲的，有无？想要安尼积蓄发财的，不免受罚。哦，贪财。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需要活伫诚实的信仰中间。安尼，咱才会当啊行上帝旨。啊，这重要紧。牧师来讲，咱若无活伫诚实的信仰中间，牧师要来，啊，你要安怎行上帝旨？你若搁咧讲卖菜，甲人讲卖菜，啊是实在就是安尼，啊你搁甲人当啊讲啊有一别哩，啊毋安尼，安尼讲啊好。比如啊，你拢逐人拢知安尼，啊本来这个人本来就是无实在，啊无啊你搁客讲啊有一别哩。我要甲你讲，啊你做基督徒人，我无采你咧读圣经，啊你明明知影这个人都是无实在，啊你搁甲讲啊咧哦，讲伊安那偌好拄偌好，我安那拄安怎哦，讲啊咧出搞全部，牧师要来讲足可怜。足可怜，因无公义的心理咧内底，是就是，毋是就毋是，人袂记，这是重要紧。你才会当啊行上帝旨。所以，我出来讲，你有实在，你本身若是有实在，你信仰生活的顶面，你才会当行上帝旨。而且，像出发到埃及哦，埃及的时阵，波提法的一个家庭哦，受着主的引诱哦，伊讲一句话讲啦。我太会当做这歹在得罪上帝，得罪上帝哦，你有常常想讲你咧做代志是得罪上帝，重要紧哦，因为上帝是你的爸爸，你的老爸，祝福的源头。啊，所以信仰的生活就是活出基督的形象，见证真理。所以今日咱伫教会内底，人甲人的关系。人甲上帝关系就是用信仰最中心，咱袂当啊啦，真easy真容易去违背真理、公平、才犯罪。咱袂当安尼真淡薄嘛是讲哦足凊彩安尼，哦，因为啊，上帝是千万不得，讲上帝啊袂当互你安那污蔑的啦，上帝袂当互你安尼凊凊彩彩，你要安怎甲上帝欺骗？无可能啦！无所谓讲，你要安怎欺骗上帝？上帝上知影，所以上帝是袂当互你污蔑。咁啊，你讲啊，无事就差一点再去嘛讲一个代志，咱忙去心酸去，安怎讲？伊差一点再你讲一个这个地公，你忙去啊
有伊甲一个训练人咧讲籽，你古籽有食迄籽水，还是世界籽？它是是用世界籽，还是迄个古籽内底，还是食耶稣互你的活水有无？你会信耶稣，接受耶稣。啊，伊讲着世界籽，足侪人拢要食世界迄个籽水，毋是要食耶稣互你的籽水。啊，是等你在历史咧讲即个故事。咱有当咱礼拜你若透早无看下，咱下暗无，你几点10点9点10点的时阵重播，哦，你会当看15台，所以通袂记的。哦，咱信仰生活人啊，来用信仰做，会当做，所以上帝是互你安那。上帝是互你袂当污蔑的种，袂当互你清清彩彩。哦，茫对上帝安尼，你就会晓谨慎。哦，内面第4篇51篇第60节安怎讲？你所爱是安那心内诚实，有无？咱定读，启文内底有啊，吼，还是圣经内底，你所爱是啥物？心内诚实，有无？行代志正直啊。所以台湾有一种店叫做啥物？四支堂，听讲是啥物？一个信仰的有一个纪念面的祖先做官清廉，哦，无接受贿赂来。哦，咱中国有一句讲做官若无迄个啥物食饭骄阳，这是咱伫遐咧甲咧偷笑这做官的人。哦，伫中国的历史内底，哦，做官的历史拢要食钱乌西安尼几大堆，哦，咱咧甲偷笑的咧讲。但伫遐有一个店铺叫做四支堂，咱看到四支堂。哦，迄就是背景就是安尼。啊，师知是啥物？四个知是啥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迄个意思是安尼。哦，咱袂当抓准唔知，啊就凊彩学袂出。哦，爱行出基督真理，凡事拢爱着爱诚实，凡事拢爱诚实，甚至含施舍着爱诚实来行咧。施舍你要互人咧，主要甲你讲诶，甚至你要互人咧。你要施舍互人，你袂使讲啊，我著哦甲欺骗，你嘛袂使。你要互人，你嘛袂使甲欺骗。你想看觅？罗马书12章第8节讲啊啦，就是做苦劝的，就爱专力做苦劝。平时安那施舍的，就爱安那诚实。你行规圣经内底甲你讲，伫你的就爱公开，人民人的就爱甘心啊。啊，无啥甘心啊，你要不甘。佮无啥甘心，哦，这就是基督徒的记号，信仰的圣母上帝，哦，这重要紧，哦，很智慧。古早人讲啊，老实较有底，对不对？就是诚实的人，伊要得到较济福气。就咱读圣经有无吼？诚实要得到较济福气，上帝伊要亏待诚实的人，伊是诚实的上帝。既然咱信靠伊的人，伊也要安那诚实对待咱，人袂记。诚实对待人，诚实对待咱家己，好，这个诚实，正做咱大家追求信仰生活的目标。而且，新的一年旧历年，哦，后礼拜，旧历年头一个礼拜头一天啦，后礼拜拄啊头一天哦，哦，胡主来讲，咱是新的日子，望咱三甲来用诚实来做代志，行代志，互上帝欢喜，哦，伫迄日子啊，咱当心世界基督。上帝感谢你帮助我学习你的律例，我时刻刻爱照你的教示，是迄个提醒阮家己，就是你人民下面管，无照你的教示去行，就是人民下面管。我来学习你的律例，照你的旨，照你的教示去行。我咧行顺顺，拢是助力的内底。点伫你内底，阮拢会得到对你顶面来迄个永远的福气。我安尼伫你的面前，感谢基督，拢上过最后出名来求，阿门。